有不少人因为食无正常压力大等因素，拢有腋车酸的问题。不过有医师发现，有的人就算讲食饱了，无马上去倒，嘛无咧食甜的，问题犹原是无改善。查到最后才知影，原来是姿势不良所造成的。那食早顿，那耍手机啊，真侪人伫咧食饭的时阵，拢会看手机啊。头无注意就一直向前伸出去，姿势愈来愈无正。可能因为很胀啊，然后会想起来再伸展一下。有时候就是真的坐太久了，然后就马上还是继续坐在那边滑手机的话，然后会产生这样的状况。就胃肠科的医生收一位30几岁女性的个案，因为一车酸来看医生，食药了效果无好，一直回诊。要医生追踪发现，伊食3顿时阵，拢哪食哪耍手机啊，食煞了又搁继续耍。造成颔骨仔肌肉正炎，出现上交叉症候群，也就是俗称的骨的颔骨仔。因为姿势无好，去对着腹肚，造成消化不良。经过改善姿势了，搁合并食一车酸的药啊，2礼拜了就改善。不典型的可能像慢性的喉咙感觉怪怪的咳嗽、沙哑，或是有一些牙齿敏感的症状。那如果都忽略不管的话，长期下来食道那慢性的发炎是有那个食道癌的风险。医生讲，一车酸的患者食饭了要特别注意姿势，也较莫穿伤暗的衫去对着腹肚。患者除了食药啊以外，也尽量莫食甜的、酸的或者是咸的口味，还有含咖啡因的饮料。伫咧困之前2、3点钟，上好是莫食物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